紹下自己啊，Siti。好，我想介紹自己，我叫 Siti Asmona，我而家51歲，我結咗婚，我生會狗，我有兩個仔，30歲同22歲，我有4個兄弟姊妹，我排第2號，我老公做鑑定，我媽媽做鑑定。我以前做嘢喺台灣12年，我照顧老人家。我將工作喺香港6年，我照顧老人家。我識真講真 OK，我識煮米餸、煮餸、洗衫、凍衫，還有照顧小朋友、照顧老人家。我識煮餸，我識煮中國餸。蒸魚、蒸蛋、蒸雞，還有煲湯、炒菜，還有煮飯，還有那個什麼炒麵。對。好，你喺台灣12年，個老人家幾多歲啊？那個老人家80歲同81歲。香港呢？香港第一喺香港，那個照顧97歲，我喺屯門照顧93歲。係咪仲有一個97歲嘅婆婆公公？對婆婆，對公公是97，還有阿媽那個93歲。OK，咁你使唔使幫公公婆婆沖涼㗎？我會啊。換尿片呢？我會啊。OK，你使唔使幫婆婆公公執藥食藥？會，我都有每天準備嘅大細藥。OK，好，咁你就主要照顧老人家嘅。OK，好。你介唔介意同公公婆婆 share 一間房啊？一間房瞓覺，同一間房。同一間房瞓覺，同公公婆婆。可以。可以。OK， 好的。如果那個星期天很忙不能放假，可以嗎？沒關係，可以。補錢可以嗎？可以。好的。那你平常會跟公公婆婆去哪裡？去公園玩嗎？就推他們出去。有去。對啊，我給他出去在那個坐一坐，在那個公園啊，有時候去那個什麼，去那個運動，他也可以。你會帶他們去運動係咪？對。很好。好，就這樣，好，謝謝你。好，謝謝。